夜很深了，客廳裏只開着一盞暈黃的落地燈，光線斜斜地打在謝賢那張雕花紅木書桌上。桌面上擱着一台老式的錄音筆，銀色的外殼已經有些磨損，那是他用了好些年的物件。他坐在桌前，手指輕輕摩挲着錄音筆的開關，窗外的風穿過維多利亞港，隱隱帶來海浪拍岸的聲響，但在這間屋子裏，一切都靜得像是凝固了。他深吸一口氣，按下了紅色的錄音鍵，機器發出輕微的滴一聲，紅燈亮起，像是某種莊嚴儀式的開端。謝賢靠向椅背，眼神穿過歲月的迷霧，望向一個只有他自己能看見的遠方。他知道這卷錄音帶或許永遠不會被播放，但也許在某個命運轉折的關口，他會成為最後一道堤壩，攔住洶湧而來的潮水。他清了清喉嚨，聲音低沉而沙啞，帶着老派粵語特有的那種頓挫與韻味，開始了這場注定不會有回應的獨白。他要說的話，不是為了辯解，不是為了控訴，而是為了在他離開之後，還能有一種方式護住那些他此生最放不下的人和事。這其中纏繞最深的，便是兒子謝霆鋒與那個叫王菲的女子之間那條細細的，卻從未真正斷過的紅線。講到霆鋒與王菲，謝賢的眼角不自覺地彎了一下，像是想起了什麼遙遠而美好的光景。他記得那年霆鋒才10幾歲，剛從加拿大回香港，一臉的清潔與倔強，眉眼之間全是年輕時候的自己，但那骨子裏的硬氣又比他當年更甚。霆鋒不愛說話，總是抱着一把吉他，躲在房間裏反覆撥弄和弦，旋律裏有種早熟的憂鬱。謝賢那時忙着拍戲應酬，對兒子的關心多半停留在物質層面，直到某一天，他在報紙的娛樂版上看到了那張轟動全城的照片，霆鋒牽着王菲的手，在鎂光燈下穿過人群，兩人的神情坦蕩得近乎囂張。那一刻，謝賢才驚覺自己的兒子已經長大了，大到足以去愛一個比他大11歲的女人，而且愛得那麼不管不顧。他記得自己當時的心情很複雜，有該傲，也有擔憂。該傲的是霆鋒有膽識，敢於對抗整個世俗的眼光；擔憂的是這條路太難走了，娛樂圈是個放大鏡，任何一點裂痕都會被照得刺眼。他見過太多金童玉女的故事以唏噓收場，更何況霆鋒與王菲之間的年齡差距、名氣落差，還有各自背負的過往，這些都是隱形的荊棘。謝賢按下暫停鍵，喝了口已經涼掉的普洱茶，思緒又飄得更遠一些。他想起有一次在王菲的演唱會後台，他藉着名義去探班，實際上是想親眼看看這個讓兒子神魂顛倒的女人。王菲穿着一件寬大的毛衣，掃着一張臉，正蹲在地上逗弄工作人員的孩子。她笑起來的時候，眼睛彎成月牙，完全沒有舞台上那種清冷的距離感。謝賢走過去，他抬頭喊了一聲四哥，聲音淡淡的，卻帶着一種令人舒服的敬意。他們聊了幾句，無非是些場面話，但謝賢注意到一個細節：王菲在說話時會不自覺地看向霆鋒的方向，那種眼神不是熱烈的，而是綿長的，像是溪水流過石頭，看不出力度，卻能把稜角都磨圓了。謝賢當下就明白了，這女人對霆鋒不只是愛情，還有一種近乎母性的包容與痛惜。霆鋒從小父母離異，表面上叛逆不羈，內心深處卻始終缺一塊柔軟的地方，而王菲恰好填上了那一塊。可是愛情從來不只是兩個人的事，尤其當它暴露在公眾視野中時，就會被無數雙眼睛解讀、評判，甚至詛咒。謝賢見過王菲在記者會上面對尖銳提問時那種雲淡風輕的態度，他用一句關你什麼事擋掉了所有窺探，但謝賢知道那些話像針一樣扎在他心裏，只是他不願在外人面前表現出來。時間像是被誰按了快轉鍵，沒過幾年，霆鋒與王菲的路就走到了岔口。先是張柏芝的出現，然後是那場震驚娛樂圈的車禍頂包案，再然後是霆鋒在記者會上哽咽着說出我已經不再是以前的謝霆鋒。謝賢那時正經歷自己生意上的失敗，欠了一屁股債，
自顧不暇，但他仍舊從新聞片段裏讀出了兒子眼中的疲憊。霆鋒選擇了柏芝，選擇了一條更符合世俗期待的路，結婚生子，像所有正常人一樣活着。謝賢沒有反對，因為他知道霆鋒從小就渴望一個完整的家庭，那是他自己沒能給兒子的東西。可是每當夜深人靜時，謝賢總會想起王菲那雙彎彎的眼睛，想起他在後台對霆鋒說慢慢來，不要急時的語氣。那段日子裏，霆鋒變得更沉默了，他把所有的情緒都埋進工作裏，拍戲從幾層樓高的地方往下跳，不用替身，手指斷了也只是簡單包紮一下繼續開工。謝賢看在眼裏，痛在心裏，但他什麼都沒說。男人之間的理解有時是不需要言語的，他只是在某個深夜給霆鋒發了一條簡訊，寫着老爸永遠撐你。後來的事就像香港的天氣，陰晴變幻得讓人措手不及。霆鋒和柏芝的婚姻最終還是走到了盡頭，離婚的消息傳出來時，謝賢正在加拿大的一個小鎮上度假。他接到電話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後對電話那頭的霆鋒說：回來吧，家裏煲了湯，那碗湯最後是謝賢自己一個人喝的。霆鋒沒有回來，他直接飛去了北京，據說是去錄製一檔音樂節目。謝賢知道北京城裏住着王菲，那個與李亞鵬也已經分道揚鑣的女人。命運像是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，把兩條曾經交匯又分開的河流再次引向了同一個入海口。謝賢從不迷信，但他相信磁場，相信人與人之間看不見的牽引。當他在新聞上看到霆鋒與王菲在公寓裏被拍到的那個畫面時，他放下報紙，走到陽台上點了一根煙。煙霧升起，散入香港灰蒙蒙的天空。他心裏浮起一句話：轉來轉去，還是他。沒有驚訝，沒有反對，只是一種如釋重負的平靜。他見過霆鋒在兩段感情裏的樣子，與柏芝在一起時，霆鋒是鋒利的、張揚的，像一把剛出鞘的刀；而與王菲在一起時，霆鋒是收斂的、安定的，像一把被仔細擦拭過、放回鞘中的古劍。謝賢知道那種狀態對兒子更好，他只是在等霆鋒自己走完那些必經的彎路。日子如果就這樣安安靜靜地過下去，謝賢也不會錄下這段話。問題出在金錢上，這東西說起來俗氣，但在現實裏，它往往比愛情更堅固，也比愛情更脆弱。謝賢自己一輩子跟錢打交道，年輕時賺得多，花得更多，到頭來發現真正靠得住的還是身邊那幾個人。他聽聞過一些風聲，說王菲這些年投資屢屢失利，加上他向來不善理財，身邊又圍着一些別有用心的人，難保不會在財務上出現缺口。謝賢不是不相信王菲，他相信她的人品，相信她對霆鋒的感情純粹得不摻雜質。但人性在巨大的壓力面前會變形，這是他用70多年人生換來的教訓。他見過太多恩愛夫妻因為錢反目成仇，見過太多曾經信誓旦旦的人最終在現實面前低頭。王菲再超脫，他也活在這個凡塵俗世裏，要吃飯，要付賬單，要應付各種意料之外的開銷。如果有一天他的身邊沒有了可以依靠的人，或者那些投資顧問給他出了錯誤的主意，讓他不得不向霆鋒開口，謝賢不敢說絕對不會。他太了解霆鋒的性格了，那個兒子對錢從來沒有概念，只要是他愛的人，別說要錢，就是要他的命，他都能二話不說地給。這種性情在謝賢看來是珍貴的，但也是危險的，因為他容易被利用，容易被當成理所當然。謝賢重新按下錄音鍵，身體微微前傾，聲音比剛才更低了幾分。他要交代的正是這樣一件事。如果將來有一天，王菲因為任何緣故向霆鋒開口要錢，而且要的是一筆數目不小的錢，他希望霆鋒能夠先停下來，不要急着答應，而是找個安靜的地方，把這段錄音拿出來聽。錄音裏，謝賢會用一個父親的身份，替霆鋒撥開情感上的迷霧，讓他看清那筆錢背後可能存在的問題。謝賢不是要挑撥離間，更不是要詆毀王菲，
他只是想提供一個冷靜的視角。他說：霆鋒啊，你從小到大，爸爸沒有教過你什麼大道理，因為我自己也是跌跌撞撞過來的，沒有資格當誰的人生導師。但有一件事我這把年紀總算看明白了，那就是真正的愛不會讓對方為難。如果王菲真的愛你，她在開口要錢之前，一定會先想清楚這筆錢會不會傷到你們之間的感情，會不會讓你陷入兩難。如果她毫不猶豫地就開口了，甚至用感情來綁架你，那麼霆鋒，你就要想一想，這份愛是不是已經悄悄變了質。謝賢在錄音裏回憶起他自己與霆鋒母親狄波拉離婚時的場景。那時候霆鋒才10歲左右，躲在房間裏不肯出來。狄波拉哭着說要拿走家裏一半的現金，謝賢二話不說就簽了支票。後來那段日子他過得極其拮據，連加油的錢都要跟朋友借，但他從未對狄波拉有過半句怨言，因為那時他覺得虧欠了他。可是多年後他反思，那種毫不猶豫的給予，其實也是一種不負責任，因為他沒有為霆鋒的未來考慮，沒有想過如果自己垮了，兒子該怎麼辦。所以他現在學聰明了，他告訴霆鋒，你可以愛王菲，你可以為他傾盡所有，但在傾盡所有之前，你要先確保自己站得穩，確保你的付出不會讓自己陷入萬劫不復。這不是自私，這是對你們兩個人共同負責。謝賢在錄音裏反覆強調一句話：錢給了，感情就變了；感情變了，錢就白給了。他不想看到霆鋒重蹈自己的覆轍，在感情與金錢的雙重漩渦裏被掏空一切。說到這裏，謝賢停頓了一下，錄音筆的紅燈仍然亮着，像一隻不知疲倦的眼睛。他從抽屜裏拿出一張泛黃的照片，那是霆鋒10歲生日時拍的。王菲還沒有出現在他們的生命裏，照片裏只有謝賢、狄波拉和兩個兒子，背景是淺水灣的沙灘。謝賢看着照片裏自己那頭烏黑的頭髮，再看看鏡子裏如今滿頭銀絲的自己，不禁苦笑了一聲。時間是最殘忍的裁判，他不會因為你捨不得就放慢腳步。他知道自己時日無多，身體各處的零件已經開始發出警告。醫生說他的心血管像用了幾十年的水管，隨時可能爆裂。他不怕死，怕的是死後留下一個爛攤子，讓兒子獨自收拾。霆鋒這孩子外表看起來比誰都強硬，但謝賢知道他內心深處比誰都軟，尤其是對王菲，那幾乎是他的軟肋。謝賢不是要戳破這份柔軟，而是要給這份柔軟加上一層防護網。他在錄音裏用近乎央求的語氣說：霆鋒，你就當是爸爸最後一次求你，遇到錢的事多想一想，不要馬上點頭。你點頭之前，先聽完這段錄音，聽完之後如果你還是決定要給，那爸爸不會再說一個字，因為那是你的選擇，是你的人生。謝賢設想過很多種可能，如果王菲真的開口了，他會用什麼樣的理由？也許是說要投資一個新項目，也許是說親人生病急需用錢，也許是說他自己周轉不靈需要短期借貸。每一種可能，謝賢都在腦海裏演練過，他太熟悉這個世界的套路了。那些看似正當的理由背後，往往藏着更深層的陷阱。他沒有證據說王菲會這樣做。他只是基於對人性的悲觀預期，做好最壞的打算。他甚至在錄音裏分析了王菲身邊那些人的背景，哪個經紀人曾經慳過藝人的錢，哪個投資顧問是出了名的騙子。這些資訊都是他多年來從各種渠道收集到的，像一個老偵探在退休前整理最後一份檔案。他說：霆鋒，你不要覺得爸爸很陰暗，爸爸只是看過太多人從雲端跌下來，摔得粉身碎骨。你現在的事業是靠命拼出來的，每一分錢都是血汗，你有權利決定他們的去向，但前提是你必須清醒地做出決定，而不是被情感沖昏了頭。錄音的最後一部分，謝賢的語氣反而變得柔和了許多。他說：如果王菲沒有開口，那這段錄音就永遠藏在這個銀色的盒子裏，等你那天整理遺物時發現，聽完笑一笑，然後把它刪掉。但如果真的發生了，
爸爸希望這段話能成為你心裏的一根定海神針。他說：霆鋒啊，爸爸這輩子最大的成就不是拍了多少部電影，不是賺了多少錢，而是有你這個兒子。你比爸爸強多了，你對音樂的執着，你對愛情的忠誠，你對朋友的義氣，這些都讓爸爸感到驕傲。王菲是個好女人，爸爸從來沒有否認過這點。她讓你的生命變得更完整，讓你學會了溫柔與包容。但正因為她是個好女人，她才更應該理解你的難處，更應該在涉及到金錢的時候主動避嫌，而不是讓你為難。如果她做不到這一點，那就說明她終究只是個凡人，有凡人的軟弱與貪婪，那你就得重新衡量這段關係的分量了。謝賢按下了停止鍵，錄音筆的紅燈熄滅了，房間重新陷入一片寂靜。他長長地躍了一口氣，像是把心底一塊壓了很久的石頭搬開了。他把錄音筆小心地放進一個擁抱袋裏，鎖進書桌最下層的抽屜，鑰匙掛在自己脖子上，貼着胸口的位置。他站起身走到窗前，維港的燈火依舊璀璨，倒影在水面上碎成一片金色的鱗片。他不知道未來會怎樣，但他知道無論如何，他已經做了能做的一切，剩下的就交給命運，交給霆鋒自己的判斷力，也交給王菲心裏那一杆秤。謝賢相信，真心愛過的人終究不會太壞，他只是怕萬一，怕那個萬分之一的可能性發生時，沒有人站在霆鋒身邊，輕輕說一句：孩子，想清楚再走。所以他把自己變成了一把聲音，一個永不熄滅的紅點，一段可以被隨時召喚的記憶。窗外的天邊泛起雨吐白，新的一天又要開始了。謝賢拉上窗簾，走回臥室，躺在床上閉上眼睛。他夢見了很久以前的一個夏天，霆鋒騎在他肩膀上，小手抓着他的頭髮，笑聲清脆得像風鈴。那時候什麼都沒有，卻什麼都有了。夢裏的他對自己說：夠了，這一輩子夠了。而那段錄音靜靜地躺在黑暗中，像一個守夜人，等待着他可能永遠不會到來的使命。謝賢知道，真正的愛不是捆綁，不是控制，而是在最關鍵的時刻，給對方一個清醒的選擇權。他給了，便再無遺憾了。晨曦的第一道光線透過窗簾的縫隙，照在那把銀色的鑰匙上，微微發亮。